今日旧历7月13是家人中元节迎斗顶的日子，是7月半放水顶进前的大活动。家人的中元节是已经有169年的历史，当年拢会由无共姓宗亲会主谱，每一个宗亲会拢会有家己的斗顶，是因的精神代表。当年家人中元节旧历7月13这天会举办迎斗顶的仪式，会伫家人港田寮河边举办。家人每一个二世宗亲会拢会有家己的斗顶，斗顶嘛是二世贺言的精神象征。今年迎斗顶是轮到4国宗亲会来做主谱。因为张权械斗造成很大的死伤，然后有地方士绅提议说以阵头赛拳头。两边的高家丁啦，高家丁的双方的头人握手，已经代表说已经融合，大家拢跟他兄弟啊同款啦，就不会有像以前的一些纷争啊、打架，有的没有的。迎斗顶是7月15，家人中原放水顶游行进前活动。上精彩的部分就是家人北管乐、第一堂甲自乐社，这两派用音乐比拼输赢。那斗顶就是传统祭典当中的工艺品。就我们的宗亲会来讲，就代表着他们整个的一个传承，跟他们的祖先到现在打拼的，特别是有很多宗亲会的斗灯，其实它都是相当精美的工艺的作品哦。家人第一堂表示，斗顶逐年拢爱登到庆安宫充电加持，才会当保庇宗亲拢平安，嘛互民众了解先民的智慧。用血缘代替地缘，用音乐拼阵头取代小台拍破头，合作军融合团结一致的重要性。记者做报道。